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关心中国也在实施清零政策，但是北京传出着群聚感染，尤其中共20大特别伫后个月16来举行，这阵北京已经烧未停，包含北京化工大学、另外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佮有中国传媒大学，拢传出着确诊的病例。北京这阵就宣布讲，开始3天2采检的防疫措施。受到清零这个影响咧，中国内需的这个产业拢是东倒西歪。今年顶半年，台湾西进到中国的这个产业，这阵差不多嘛是赔甲惨。原定解封的时间一日到，不过天门锁无开，3万的中国深圳福田村的居民对政府无限期封城已经记载未调，做伙去街路要求解封。尾手区委书记出面答应讲，11饭店街就会解封，再搁做2届核酸检测，才会抗疫的村民才离开。来了，环保部队来了。中国20大时间愈来愈晚，各地是加强动态清零的日头。20大开会地点北京，最近小连续逼出疫情。在北京化工大学顶礼拜出现群聚感染了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甲中国传媒大学嘛传出疫情。近期北京3所学校发生的疫情源头清晰，皆为境外输入，社会面外溢风险总体可控。为了预防疫情大爆发，北京宣布，去北京的人到位了后，7天内袂当自餐、袂当自会，嘛袂当去人丁较密集的所在，而且3天爱做2届检测。除了北京，其他的省防疫嘛有案。一个伫重庆做生意的大商表示，为这礼拜开始，重庆已经展开常态化核酸的检测，一礼拜检测1届。也若受到防疫清零政策的影响，中国类似的经济嘛土。如果你是观光产业啦，还是饭店啦，还是这些东西旅游业啊，可能是会有影响啦。那其他的产业，整个目前来讲，社会需求面、消费面还是有的。因为中国封城清零的政策持续扩大，嘛连带冲击台湾去遐投资的业者。今年顶半年，台股上市柜餐饮股大部分是亏损。有风声讲，王品投资中国的事业是了3亿2300万，创新高的纪录。王品表示，受到中国一个所在爆发疫情的冲击，餐饮消费是拢冻点，影响王品集团顶半年亏损的情形。不过观察最近业绩的表现，中国的事业已经大大稳定，了钱的情形嘛无遐尔严重啊。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大代志来关心乌克兰战争，咱讲到乌军是大胜利、大反攻，这是俄罗斯军队3月撤离基辅以来上大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就发表演说讲证实已经收复伫咧乌东城市这3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乌克兰呢，自南部一路向这东部来进行大反攻，对乌克兰讲有影是军事大胜利。不过为什么这俄罗斯战火是直直来变弱去？这阵讲到放弃Kharkov 俄罗斯这阵开始咧报复乌克兰当地小火力发电厂，这个动作啦吼。那么讲到这阵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6个半月以后，进入新的这个阶段，俄罗斯咧因过去所占领这领土，乌克兰这阵开始想尽办法，赶紧趁势要甲伊收倒转来。当地居民就真烧人欢迎乌克兰军队的来到。乌克兰大规模反攻行动11收复哈尔科夫北部14公里，这个互俄罗斯占领达到半年外的村庄。Сьогодні 11 вересня 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у нашому рідному селищі Казача Лопань. Ось як місцеві мешканці зустрічають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发表对抗俄罗斯侵略战争200天的演说，证实已经收复乌东城市、因九姆等3个战略重点。Дорог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роди, сьогодні 200 днів нашого спротиву, нашої боротьби, нашої вітчизняної війни за волю, за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за право бути. Охтирку, Суми, а зараз Балаклію, Ізюм, Куп'янськ. 乌克兰当局指出，乌军伫哈尔科夫至少收复10个主路，也不过俄军伫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也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起大火，搁造成真侪所在大规模的停电。
官员表示，俄军这个举动是报复性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部队已经为乌东的巴拉克列亚甲伊久姆附近撤退。伊重新部署，佮强调，犹原会继续对哈尔科夫附近发动攻击。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ракетные войска и артиллерия наносят высокоточные удары п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и резерв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不过，乌克兰军队为南部一路向东部反攻，显示乌军想要伫顿涅茨克甲卢甘斯克边界开一条新的战线。这表示乌俄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乌军刷落来，都爱想办法收掉因过去6个月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敢有希望面对团会当自由行来算日本的？日本政府即阵拍算，佮要放令观光，可能真紧就会来宣布。过来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第2季南韩 GDP 加速咧成长。伫咧日本、美国、中国等35个这个排名内底，韩国排20名，中国是吊车尾。过来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女王过身，大家拢咧关心讲 William 和 Kate 和 Harry、Meghan 这两对封解恩恩怨怨，是咪当透过这回机会来做一个世纪的大和解？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乌克兰大反攻咧，罗西亚承认关键的这个身份拢总失去。Washington Post 同款报道，乌克兰是大进展，罗西亚这阵军队是等着步枪，赶紧来走，战争嘛进入新的这个状态。镜头来到瑞典来看，瑞典国会大选，即阵已经开出90外派选票，显示讲即阵的左派联盟和在野右派联盟，因所赢的席数相差敢若30尔。按算爱到14大选，才会当完全有这个结果。通确定的是主要诉求法律甲秩序有新纳粹主义背景的极右派政党，这个瑞典民主党得票数又个大来增加，变成瑞典的第2大党。Nacional Sveriges näst största parti. Vår ambition är att sitta med i regeringen. 瑞典大选的开票之夜，瑞典民主党的竞选总部充满欢乐气氛。过去因认为新纳粹主义别人至上的背景，在政坛和国党加气嫌，2010年勉强用5.7%得票率克入国会大门。不过在反移民加打击犯罪主张之下，今年提将近21%的选票，击败在这边社会民主党30.5%的后边，社会中间偏右温和党的19%得票率，加做瑞典第2大党，已经开出来93%选票，显示高人气女首相安德森的社民党所领导的左派联盟，在总数349席的国会当中，提173席；温和党所领导的右派联盟得到176席，两大阵营差不多多。大选确实结果，高层爱等到14个海外甲用期的选票全部统计完，才能决定。Nu har vallokalerna stängt, men vi kommer inte få ett slutgiltigt valresultat ikväll. Jag förstår att många gärna vill ha besked så snart som möjligt och det gäller ju även mig såklart. Men nu så ska vårt stora demokratiska maskineri få jobba i god ordning. 无论这样是左派是右派胜出，各阵营之间内部无共款的意见，会互新政府调组爱用一段时间。右派联盟的自由党就反对后，瑞典民主党的人接掌任何内阁职务，要求因伫国会内底扮演好支持者的角色就好。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看到 New Zealand 发生冰船的这个意外，船顶11个人内底有5个人不幸过身，6个人得到救援。地方官员呢初步研判讲，迄当时这个海泳拢真平静可能是受到这个海洋浪船才会发生这个事故意外。不过当地过去都唔捌发生过这款代志，民众也是感觉真不可思议。空中画面显示，变气的白船浮伫海面上，两只救援船马上赶到位。这事故发生伫纽西兰南岛上海岸圣地凯库拉镇一个海湾，拜六早起10点左右。这观赏船因为不明原因向变气，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阵，看到有人坐伫变气的船顶，一手求救。警方初步研判，可能是去弄掉，不过船身并无因为弄掉出现破空。到底是弄掉啥物？警方一时也无清楚。Information we have at the moment is that it appears to be a collision with what we don't know at this stage.
凯库拉丁镇长表示，迄时阵海上风险真平静，伊认为目前是海洋出海的季节，有可能是海洋不出水面的时阵，将船弄变去。Humpback whales coming through at the moment, yes. We have sperm whales that are resident. 课程事故的船只有11名乘客，因大部分是来自纽西兰赏鸟团体成员。听讲这意外造成5人死亡，凯库拉镇的居民唔敢相信，因为过去镇上唔捌发生过同款的事件。It's just got to be a freak of nature sort of thing. They're big animals. They're the biggest animals on the planet. So if they move the wrong way, anything could happen. Or it gets scared, or it breached, or anything. So there's so many scenarios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专业人士指出，上海岸的船爱甲海岸保持50公尺的距离。这意外到底是不是因为海岸遮的河，也是有其他原因？纽西兰警方深入追查当中，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搁来看到 Poland 有一间真特别的流浪酒吧哦，伊自 Belarus 搬到乌克兰，拄到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又搁搬到 Poland 首都 Warsaw， 这间流浪酒吧咧，即阵搁变做闪避战争，或者是一寡受政治迫害、无厝体的流亡青年，因心灵上大的避风港。伫波兰的首都华沙，这间叫做卡尔玛的酒吧内面，真侪人哪啉酒哪开讲，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但是其实这些人拢是因为战争，也是受到迫害，为其他国家逃亡到波兰来的。这间酒吧的头家是来自白俄罗斯的科瓦利夫。科瓦利夫讲，2017年伊伫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开这间酒吧，原本真单纯，就是互大家来听音乐、开 party 的艺术酒吧。但是2020年总统大选，真侪民众行上街头抗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伫选举的时阵使用无正当的手段。卢卡申科下令叫警察四界掠抗议者。8月9号迄一暝，警察直接要冲入去伊的酒吧掠人，互科瓦利夫决定要赶紧离开白俄罗斯。It was the night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in our lives. 落尾科瓦利夫走去乌克兰首都基辅，重新经营这间卡尔玛酒吧。但是想袂到后来佫拄到罗西亚攻打乌克兰，伊只好佫离开乌克兰，走来波兰。今年6月，这间酒吧伫华沙重新开幕，来遮的人客大部分拢是甲伊同款，要逃避白俄罗斯独裁统治的少年人。另外嘛有乌克兰的难民，也是罗西亚反对派，惊去互普廷抓起来关的人。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家己的创伤。For me, it's like a group therapy. As here you can meet people with the same pains and troubles, and when you discuss it, then you feel like a bit fre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为白俄罗斯到乌克兰，搁为乌克兰到波兰，这间世界流浪的酒吧，互一阵失去厝的人，伫遮找到厝的温暖。It's pretty much migrant part now. Certain way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that we didn't have in the places we escaped, and also peace that Poland can easily offer us. 记者感恩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